喺今集嘅開頭呢，想同翠姐分享樣嘢。咩？係我最近遇到嘅事。話說咧，你喺呢個加拿大呢，你搭地鐵嗰類呢，係拍卡入閘定係點噶？ Apple Pay 咯。哦，即係都係拍卡類似咁樣嘅嘢啦。嗯。話說呢，早幾日呢，咁我就喺香港搭呢個地鐵啦。唔知你有冇試過呢？就係你拍卡嘅時候，又或者你前面個人拍卡嘅時候呢，佢拍唔成功，跟住你哋嗰兩張卡是但一個拍到，是但一個拍唔到，跟住但係對方入咗去，最後你入唔到，有冇試過？冇。吓？冇試過？因為我會睇得好清楚先。好 ，anyway， 總之嗰一日呢，我就發生咗一件一模一樣嘅事啦。咁我嗰日收工喎，已經好攰啦，咁啊搭地鐵翻屋企，然後呢，喺我前面嘅嗰個女人呢，就應該係拍卡拍唔到啦，然後我又好快手咁樣，因為我係仲有幾步路到閘口呢，我已經會拎定張卡出嚟嗰啲人嚟噶啦，我唔想阻住後面啲人啊。跟住我就好快手咁樣拍咗自己張卡，嘟咁樣拍咗咯。但係前面個女人係唔成功噶嘛，佢第一次入閘入唔到嘅時候呢，佢嘭一聲撞咗落嗰條柱度啦。然後佢就擰住面望住我，佢就見到我嗰張八達通卡呢係擺咗喺嗰個讀卡機上面噶啦，已經即係好明顯佢聽到嘅嘟一聲係嚟自我張卡啦。係。然後佢擰轉頭望一望我，啤咗我一眼之後，直接就入咗個閘口走咗。係咪大陸人嚟噶？我唔知。然後佢入咗閘之後，佢仲要我聽到好大聲接咗一聲，心諗哇！跟住我勁嬲，我係呆咗咁望住佢吓。佢接你係咩事啊？係你拍俾佢入噶喎。係啊，佢仲要係明知我拍咗卡俾佢入，佢都入咗。跟住我嗰時張卡又已經拍唔到入閘啦，我就好無奈咁樣喺閘口外面望住佢上咗去月台。然後我就要自己走去呢個客戶服務中心度同佢講話啊，前面個女人拍咗我張卡啦，所以我入唔到閘。咁跟住呢？冇啊，就係咁，分享完。佢幫你整翻之後就得啦。係啊，你真係冇遇過咩？我喺香港成日都咁樣，我成日見到人哋係咁樣咯。好啦，冇啊，因為嗰陣時好嬲，我分享完啦。Okay. 好啦，咁啊進入翻我哋今集嘅案件啦。歡迎大家翻到嚟殺人摸摸茶，我係阿珍，我係阿崔。今日要講嘅美國連環殺手呢，係一位比較少見嘅女殺手嚟嘅。咁佢個名呢，就叫 Aileen Carol Wuornos。咁我之後就會叫佢做 Aileen。佢喺1989年去到1990年嘅2年間，喺 Florida 佛羅里達州殺咗7個男人。佢就聲稱咧，呢啲男人喺佢賣淫嘅時候咧，試圖強姦佢，又或者成功強姦咗佢，佢係出於自衛咧，先至殺咗佢哋嘅。FBI 咧係有定義到連環殺手係有啲咩特徵噶啦，其中包括係要殺咗3個人以上啦，同埋係對住一啲佢哋互相唔認識嘅受害者落手，同埋每次殺人之間咧係有一段嘅時間嘅。而 Aileen Wuornos 咧就係第一個可以符合到 FBI 定義嘅連環殺手嘅女人嚟嘅。OK， 所以係 under FBI 對於連環殺手定義之下咧，佢係第一個女連環殺手嚟嘅。而佢嘅人生故事亦都相當之精彩啦，當中會牽涉到一個遭受虐待嘅童年啦，佢成為妓女嘅生涯啦。而佢仲有一個女同性戀嘅情人嘅。OK， 即係佢係女同性戀，但係佢係賣淫為生嘅。以我所知咧，佢係拍過2次拖啦，一次係男人，一次係女人嚟。咁今集我就會順翻個時序啦，由佢嘅童年開始講起嘅。Aileen Wuornos 咧喺1956年嘅2月29號喺 Michigan 密西根州度出世。佢嘅原名其實係 Aileen Carol Pittman， 即係佢老豆個姓其實原本係 Pittman 嚟嘅。Wuornos 呢個姓咧就嚟自於佢媽咪。佢媽咪 Diane Wuornos 喺15歲嘅時候咧就同佢嘅爸爸 Leo Dale Pittman 結婚。Aileen 其實係有個阿哥嘅，叫阿 Keith， 係早 Aileen 1年出世嘅。而佢嘅媽媽同埋爸爸結婚唔夠2年，亦即係喺 Aileen 出世前幾個月就離咗婚啦。因為佢嘅爸爸係被診斷有精神分裂症啦，而且成日都要進出監獄嘅，
佢經常被判犯有針對兒童嘅性犯罪啦，亦都試過因為強姦同埋企圖謀殺一個7歲嘅女仔而坐監。所以 Aileen 呢係從來都冇見過佢嘅爸爸嘅。最後 Aileen 嘅爸爸喺1969年喺監獄入面上吊自殺，亦都有人話佢係喺監獄入面俾人勒死嘅。喺 Aileen 嘅爸爸坐監之後呢，佢嘅媽媽就唯有一個人湊大 Aileen 同埋哥哥阿 Keith 啦。但係喺冇幾耐之後，媽媽就發現佢根本承受唔到做一個單親媽媽嘅重大責任，於是喺1960年，媽媽就拋棄咗 Aileen 同埋 Keith， 將佢哋留咗俾公公婆婆湊大。佢阿媽嗰陣時幾多歲啊？佢阿媽結婚嘅時候15歲咯。咁我諗當時都係唔夠20歲。所以 Aileen 嘅公公婆婆就正式喺1960年嘅3月18號，即係 Aileen 大約4歲左右呢，就合法咁樣收養咗呢對外孫啦。公公婆婆其實就住喺 Florida 佛羅里達州嘅，咁佢哋就將呢對外孫呢當成係自己嘅小朋友咁湊大啊。佢哋係從來未向外透露過自己其實係 Aileen 同埋阿 Keith 嘅公公婆婆嚟嘅。咁佢個樣都要好後生先得喎。可能都係好後生就生咗小朋友嗰啲咯。佢哋隱藏呢個秘密隱藏得好好啦，好到 Aileen 同埋阿 Keith 直情以為自己嘅舅父同埋阿姨呢係自己嘅阿哥家姐咁啊。咁但係佢舅父阿姨係知道呢兩個唔係細佬妹嘅。我唔知佢哋知唔知，可能都唔知嘅，因為資料係話公公婆婆係從來冇透露過，其實呢對係外孫而唔係親生仔女。而公公平日咧係會酗酒嘅，佢對啲小朋友嘅要求亦都十分之嚴格啦。根據 Aileen 所講，佢細細個嘅時候咧就曾經俾酗酒嘅公公毆打同埋性侵。佢就話每次公公喺打 Aileen 之前咧都會逼佢除晒啲衫嘅。翠姐深深咁嘆咗一口氣，好變態喎！大佬頭先又話咩當自己個女咁照顧，之後最後就搞人哋。我諗當女咁照顧唔係當女咁錫咯，即係佢對外宣稱呢個係自己個女咁解咯，而唔係當佢好似自己親生女咁錫。去到 Aileen 11歲嘅時候呢，佢就開始喺學校度用性去換取其他嘢啦，例如係佢會換一啲嘢食翻嚟啦，甚至係一啲煙又或者係毒品嘅。小學都未畢業喎，11歲。係啊，應該小5、小6嘅年紀啦。之後佢亦都有試過同自己嘅哥哥阿 Keith 發生性行為嘅。咩料？錯晒，係咪冇人教佢？定係佢阿公性侵犯佢，令到佢覺得同屋企人係冇問題？我唔知。哇，大佬震碎晒我啲價值觀。佢嘅性觀念係全錯嘅。最後 Aileen 喺12歲左右呢，先發現其實公公婆婆呢並唔係佢嘅親生爸爸媽媽。去到1970年，Aileen 係俾自己公公嘅朋友強姦，搞到佢大咗肚。當時 Aileen 呢只係得14歲，所以 Aileen 係去咗一間未婚媽媽之家嗰度住嘅。嗰度嘅工作人員就發現 Aileen 係對人充滿敵意啦，極度唔合作，同埋冇辦法同其他人相處嘅。去到第2年嘅1月，Aileen 就成功生咗一個男嘅 BB 出嚟，然後將呢個 BB 送咗俾第2個人收養。我想問佢阿公個 friend 有冇俾人拉到？資料冇提到。OK。喺 Aileen 生咗呢個小朋友幾個月之後，大約喺佢15歲嘅時候，佢嘅婆婆亦都因為肝衰竭過咗身。嗰陣時公公咧就索性將 Aileen 趕出咗呢個屋企啦。喺呢個時候 Aileen 嘅媽媽咧係有再度出現嘅，佢係有邀請過 Aileen 同埋阿 Keith 一齊去 Texas 度同佢一齊生活。不過 Aileen 同阿 Keith 呢兩兄妹係拒絕咗嘅。之後 Aileen 更加輟學離家出走，開始咗周圍搭順風車啦，同埋賣淫，開始咗佢漂泊流離不斷犯罪嘅生活。去到1974年嘅5月27號，Aileen 先係喺 Colorado 因為酒後駕駛、行為不檢、
同埋喺行駛中嘅車輛上面用手槍射擊而被捕。去到1976年，Aileen 就搭順風車返去公公婆婆嘅老家 Florida。佢喺嗰度咧就遇到一個男人叫 Louis Gratz Fell， 佢係一個69歲嘅遊艇俱樂部主席嚟嘅。咁佢哋好快就拍咗拖啦，喺同年咧就結咗婚啦。但係當時 Aileen 咧係多次喺當地嘅酒吧同人發生衝突，最後咧係因為襲擊罪而坐監嘅。根據佢嘅老公 Louis 所講，Aileen 係曾經用 Louis 嘅拐杖打佢嘅。當時 Louis 就話 Aileen 嘥晒佢啲錢啦。當佢唔肯再俾錢 Aileen 使嘅時候咧，Aileen 就會用拐杖打佢。呢件事最後咧係令到 Louis 攞到對於 Aileen 嘅限制令啦。最後 Aileen 同 Louis 喺結咗婚僅9個禮拜之後咧，喺7月21號就宣布佢哋嘅婚姻無效。佢一結咗婚就打鳩人。我睇到呢度就好好奇啦，咩叫婚姻無效？咁同離婚有咩分別呢？咁我就上網 Google 一波，我就發現原來咧喺佛羅里達州咧，你係可以因為好多唔同嘅原因去宣布你哋嘅婚姻無效嘅。譬如係你結咗婚之後一直都冇同居啦，又或者你結咗婚之後發現你嘅老婆有咗第二個男人嘅仔啦，都可以宣布婚姻無效嘅。而最有趣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如果是但一個又或者兩個人都係 enter the marriage as a joke 嘅話咧，都可以宣布婚姻無效。即係如果是但一個又或者兩個人都係好似開玩笑咁樣去結婚嘅話咧，都可以有權係之後宣布呢段婚姻無效咯。咁好容易嘅啫喎。係啊，所以我諗結婚對佢嚟講係比較兒戲嘅一件事啦。之後 Aileen 就再返到去佢嘅出生地 Michigan。喺1976年嘅7月14號，Aileen 就喺酒吧將一粒桌球抌咗落一個 bartender 嘅頭度，然後就俾人告襲擊罪同埋擾亂治安罪被捕。過咗3日之後，7月17號，佢嘅哥哥阿 Keith 因為食道癌過咗身。Aileen 就喺哥哥嘅人壽保度攞咗10萬蚊美金，即係大概8萬蚊港紙啦。佢喺2個月之內咧就使晒嗰8萬蚊啦。之後 Aileen 又周圍漂流啦，就漂返去 Florida， 開始咗各樣唔同嘅細藝罪，例如係偽造文件啦、盜竊啦同埋搶劫等等。喺81年嘅5月20號，Aileen 咧就去打劫一間便利店，佢喺嗰度偷咗35蚊美金同埋2包煙。喺11月30號，佢就被懷疑偷手槍同埋偷一啲彈藥。喺86年嘅1月4號，佢喺 Miami 被指控盜竊汽車、拒捕同埋拒絕提供親人嘅身份證明而妨礙司法公正被捕。Miami 嘅警察咧係喺 Aileen 嘅車度發現咗一把.38口徑嘅左輪手槍同埋一盒彈藥。喺同年嘅6月2號，Aileen 因為被指控喺架車嗰度掹槍，指住一名男性同伴，叫佢俾200蚊美金自己，而被扣留同埋進行審問嘅。即係簡單啲講，自從 Aileen 返咗去老家 Florida 之後咧，喺1981年至到1986年呢6年間咧，就犯下多項細藝罪，包括係一啲偷嘢啊、搶錢等等啊。大約喺呢個時候，Aileen 就遇到佢嘅第一個女情人啦。佢就喺一間基吧度遇到24歲嘅 Teria Moore。Teria 咧係一個 motel 嘅女員工嚟嘅，佢就好鍾意Aileen 啦。佢哋兩個喺墮入愛河之後冇幾耐咧，就開始咗同居啦。之後 Teria 唔知因為咩原因就 quit 咗佢喺 motel 嘅嗰份工，有好一段時間咧都係靠 Aileen 用賣淫嘅收入去養佢嘅。但係單靠 Aileen 去做性交易賺翻嚟嘅錢咧，係唔足以支撐佢哋兩個女人嘅生活啦。於是佢哋就開始 motel 搬 motel， 期間佢哋更加係試過喺糧倉，甚至係喺樹林度住過嘅。去到1987年嘅7月4號，Aileen 同埋 Teria 被控喺酒吧度用啤酒樽襲擊同埋毆打人，俾警方扣留。之後喺1988年嘅時候咧，Aileen 都有試過告翻人嘅，
嗰次咧，佢就係指控一個巴士司機襲擊佢啦。佢就話佢哋喺巴士上面起咗衝突，之後巴士司機就將佢拱咗落車。之後去到1989年，當年 Aileen 就大約33歲啦，而佢嘅第一個受害者就出現啦。佢嘅第一個受害者係51歲嘅 Richard Mallory。Richard 咧係佛羅里達州一間電子維修鋪嘅老闆嚟嘅。Richard 係一個會酗酒同埋非常沉迷於性愛嘅人啦。佢會隨隨便便就同人哋瘋狂發生性行為，然後就消失咗幾日，突然之間就閂門唔開鋪噶啦。咁喺佢唔開鋪嘅嗰幾日咧，就會積咗大量嘅單啦。佢就會請啲員工翻嚟去幫自己處理喺失蹤期間累積嘅工作。之後去到佢追翻自己嘅工作進度之後咧，佢就會炒咗嗰啲啱啱請翻嚟嘅員工噶啦。佢嘅生活就係咁樣不斷咁樣重複呢個輪迴啦。所以去到1989年嘅12月初，佢冇過嚟開鋪啦。其他人都覺得唔意外噶啦，冇諗過佢可能係出咗事。直到幾日之後，Richard 嘅車喺郊外俾人發現。再過多幾日，佢依然冇露面。去到12月13號，有人喺95號公路附近發現咗一具遺體。當時咧，其實係有2個男人喺公路附近揾緊啲廢金屬，諗住拎去賣嚟賺錢。佢哋就喺公路附近發現咗一具俾人用地氈包住嘅屍體，然後就報咗警啦。咁所以 Richard 係冇任何長工，佢係一個老闆嚟噶嘛，或者身邊冇人係可以每日見到佢人。佢應該係冇一啲真係同人哋 connect 嘅感情。員工都冇多個，係啊，佢全部我諗佢身邊嘅人全部都係嚟嚟去去，唔係深交嘅人咯，所以冇人知道佢係出咗事。喺警察嚟到調查遺體嘅時候，就發現遺體已經嚴重腐爛啦。不過佢哋都可以喺遺體嘅手上面成功採集到一啲指紋，證明咗呢具遺體正正就係 Richard。而 Richard 咧係俾一把.22嘅步槍打中致死嘅。佢總共身中3槍，而其中有2槍咧係打中佢嘅左邊肺嘅。當時警察就對 Richard 嘅生活啊，同埋佢身邊來來去去嘅人進行咗幾個月嘅調查啦，但係都冇發現任何可疑嘅線索。最初警察咧係有懷疑過一個脫衣女郎，佢叫 Chastity 嘅，不過最後因為證據有限啦，Richard 嘅案就咁不了了之啦。去到第2年1990年嘅5月5號，有人喺 Georgia， 即係另一個州份，發現咗一具裸體嘅男屍。而發現男屍嘅地點咧，就係啱啱好過咗 Florida 嘅嗰條界線嘅，所以就第2個環頭查啦。係啦，係屬於另一個州份啦。咁警察喺嗰具男屍上面發現咗2粒.22口徑嘅子彈。經過警察幾番調查，佢哋始終都係揾唔到同呢具神秘屍體身份有關嘅線索，所以去到之後就算單案破咗咧，都冇人知道呢具男屍嘅真正身份嘅。再過多1個月左右，喺6月1號，有人喺 Florida 嘅 Citrus County 金骨縣19號公路附近發現咗一具裸體嘅男屍，佢身中6槍身亡嘅。而發現屍體嘅咧就係一個 surveyor 測量員嚟嘅，佢叫 Matthew Cocking。警方起初咧係懷疑 Matthew 係嗰個兇手啦，因為喺發現屍體嘅時候咧 Matthew 係有把槍喺身嘅。而且當警察查問 Matthew 嘅時候咧 Matthew 對其他人嘅態度都好差，好似好起晒槓咁啊。咁最後警察就喺6月7號證實咗呢具男屍咧係43歲嘅 David Spears。佢係一個地盤工人嚟嘅，專係負責操作一啲重型機械啦。而 David 最後一次露面呢，就係喺5月19號。喺過咗冇幾耐之後 David 嘅車亦都喺75號公路上面被發現。佢嘅車咧車門係冇鎖到啦，而佢嘅車牌亦都係消失咗嘅。喺同時間，就喺警察證實上一具男性屍體係 David 嘅前一日6月6號。有人又喺距離75公路幾英里以外嘅地方發現咗另一具裸屍，而呢具裸屍咧，因為佢嚴重腐爛啦，法醫係攞唔到確實嘅指紋嘅，亦都估計唔到呢具屍體嘅死亡時間。
雖然佢哋攞唔到指紋，但係都喺遺體入面發現到有9粒子彈，確定到呢啲子彈呢都係嚟自一把.22口徑嘅手槍嘅。後嚟過咗唔知幾耐之後呢，其實警察係確認到呢具裸屍嘅身份呢係叫 Charles Carskadon。不過當時嘅警察呢係冇即時確認到呢個身份啦，佢哋係後嚟先至 confirm 到呢具遺體嘅真實身份嘅。當時有一個好有遠見嘅警察，佢叫 Tom Muck， 咁我就叫佢阿 Tom Sir 啦。Tom Sir 呢係有收到風，聽到有關上一單金骨縣 David Spears 案嘅 details 嘅，佢就覺得好似有少少相似嘅地方，於是咧佢就聯絡咗金骨縣嘅警察啦，同佢哋討論咗呢兩單案嘅相似之處，同埋希望金骨縣嘅警察可以同佢哋保持聯絡。而 Tom Sir 咧係更加有打電話俾 Georgia 嘅調查局啦。Georgia 調查局咧就係負責調查喺5月5號發現嘅嗰具身份不明裸屍嘅調查局嚟嘅。即係處理5月5號嗰單案嘅分局。冇錯。阿 Tom 就同 Georgia 嘅警察講話，我哋呢度都有一單好類似嘅案發生咗。但係去到最後呢，啲警察都係認為佢哋冇足夠嘅資訊去證明呢啲案係有關聯，所以就冇進行到調查。去到7月4號，當時咧有架車好快咁樣喺 Florida 嘅315號公路上面駛過，然後就撞咗落附近嘅一個草叢堆度啦。架車係撞到呢個擋風玻璃已經碎裂噶啦。當時有個女人叫 Rhonda Bailey， 佢嘅屋企咧就係喺呢條公路嘅隔籬啦。佢係坐咗喺自己嘅屋企出面，然後目睹住呢件事發生嘅。咁佢就見到架車撞咗落個草叢堆之後咧，就有2個女人落咗車。其中一個女人咧就係啡色頭髮，另一個就係金色頭髮嘅。咁相信就係 Aileen 同埋 Tyria 啦。Rhonda 就話見到呢2個女人喺架車上面爬咗落嚟，然後就開始不斷咁樣鬧對方啦，不斷咁樣用粗口慰問對方啦，然後又將啲啤酒罐掉晒入個叢林度。而 Rhonda 更加見到咧，金色頭髮嗰個女人嘅手臂咧係受咗傷，流緊血嘅。好快，金髮女同埋啡髮女咧都見到 Rhonda 留意到自己。金髮女咧就嗌 Rhonda 唔好報警啊！我嘅爸爸其實就住喺前面嘅咋，我會去揾佢噶啦，我哋唔需要任何幫助。之後金髮女同啡髮女都翻返去架車度啦，成功將嗰架車拖翻出嚟。不過嗰架車咧已經撞到壞壞地噶啦，都行唔遠。最後嗰2個女仔咧就索性將架車抌咗喺路邊，然後就行路走咗啦。之後咧就應該有人，我唔肯定係咪 Rhonda 啦，有人咧就打咗去附近嘅一間志願消防局度。咩叫志願消防局啊？我諗係一啲 volunteer 組成嘅消防局啩。哦，即係好似民安隊咁啊。類似咯，我都唔係好知。嗰間志願消防局嘅其中一個員工收到關於呢單案嘅電話之後呢，佢就決定喺公路上面睇下見唔見到呢2個女人啦。又真係俾佢撞到喎。咁佢就問佢話你係咪就係頭先有人打電話嚟講嘅嗰2個女人啊？咁個金髮女就好嬲啦，係咁喺度鬧嗰個消防局員工，話唔係啊，我哋都唔需要任何人幫啊。之後嗰個員工就好無奈啦，完全冇查到佢哋嘅身份證或者點，就咁走咗啦。後嚟有警察喺嗰個公路度係揾翻呢架車嘅，嗰架車咧係一架灰色嘅車啦，佢嘅擋風玻璃同埋前面嗰2道門嘅玻璃咧都已經俾人撞碎咗啦，車入面全部都係血跡，而個車牌亦都係消失咗嘅。最後佢哋根據嗰架車嘅 VIN 號碼，即係好似一啲 ID number 咁樣啦，佢就揾到呢架車咧係屬於一個叫 Peter Siems 嘅男人。Peter 係一個65歲退咗休嘅商船船員嚟嘅。佢退咗休之後咧，就將自己嘅大部分時間都用嚟發展基督教嘅外展事務啦。佢喺6月7號咧，本身係諗住去探親嘅，喺離開咗自己屋企之後咧，就失咗蹤啦。而佢嘅屍體咧係從來冇俾人發現嘅。自從 Peter 被通報失蹤之後咧，警察就一路有處理呢單案啦。警察喺 Peter 嘅嗰架車嘅門柄上面係發現咗 Aileen 嘅掌紋嘅。之後警察就向全國發送咗一份 fax，
呢份 fax 上面咧係寫咗其他人對於金髮女同埋啡髮女嘅大致描述嘅。之後警察仲向 Florida Criminal Activity Bulletin， 即係佛羅里達州犯罪活動公報，發送咗一份案件嘅摘要，裏面咧亦都有金髮女同埋啡髮女嘅素描嘅。之後過咗大約1個月，去到7月30號嘅一朝早，另一個受害者又出現啦。佢係一個50歲嚟自 Florida 嘅香腸 sales， 佢叫 Troy Burress。佢喺送貨期間呢，被人發現佢係偏離咗條送貨路線，然後就失去咗聯絡。嗰間香腸公司嘅女經理 Johnny 就開始四周圍打電話揾阿 Troy 啦，發現阿 Troy 咧喺最後幾個送貨站度都冇出現過。去到嗰日嘅夜晚，經理 Johnny 同埋佢老公咧就決定要親自出去揾阿 Troy 啦。去到第二日7月31號嘅凌晨2點，阿 Troy 嘅老婆亦都報咗警，話阿 Troy 失咗蹤，冇返過屋企。過多2個鐘，凌晨4點，警察就喺19號公路度發現咗阿 Troy 嘅車。阿 Troy 嘅車咧又係車門冇鎖啦，然後車匙亦都唔見咗。喺阿 Troy 失蹤咗5日之後，8月4號，阿 Troy 嘅屍體咧就被發現啦。嗰陣時係有一家人去咗 Ocala 森林公園度野餐，就喺19號公路隔籬嘅一塊空地上面發現咗阿 Troy 嘅屍體。而阿 Troy 嘅屍體咧，距離佢架車被發現嘅地方大約係相隔8英里嘅。因為 Florida 嘅天氣咧係好熱啦，同埋好潮濕嘅，所以屍體喺嗰度都腐爛得好快。法醫初頭咧係冇辦法喺現場識別到呢條男屍嘅身份啦。不過阿 Troy 嘅老婆一眼就認得出屍體手指上面嘅嗰隻結婚戒指。好慘啊，勁心噏啊，大佬！所以就指認到呢條屍應該真係阿 Troy 啦。佢哋發現阿 Troy 咧係中咗2槍身亡啦，一槍係射中佢嘅心口，而另一槍咧係射中佢嘅背脊嘅。子彈咧都係嚟自一把.22口徑嘅手槍。初頭警察咧係懷疑緊兇手會唔會係一個叫 Curtis 嘅流浪漢，因為喺阿 Troy 失蹤嗰日咧，呢位流浪漢 Curtis 正正就係喺19號公路上面叫緊順風車，喺阿 Troy 嗰架車附近嘅位置度上咗車嘅。但係佢哋再調查落去咧，就發現呢位流浪漢 Curtis 同阿 Troy 嘅呢單案係完全無關嘅。好快我哋就嚟到尾二一位嘅受害者啦，佢就係56歲嘅 Dick Humphreys。阿 Dick 就犀利啦，佢係一個國家虐待兒童調查員啊，專門去研究一啲受虐待同埋受傷嘅兒童嘅。同時間佢亦都係一個退咗役嘅美國空軍，同埋係阿拉巴馬州嘅警察局長嚟嘅。喺9月10號，阿 Dick 同佢嘅老婆就慶祝咗35週年嘅 anniversary 啦。而因為當時阿 Dick 咧即將就要搬 office 啦，去到第2日，即係9月11號，就係佢搬 office 前嘅最後一日 last day。而佢就喺呢一日失咗蹤，再冇返過屋企啦。去到第2日9月12號，阿 Dick 嘅屍體就喺 Florida 俾人發現。當時咧佢衣着係好整齊啦。有消息話佢係中咗6槍又或者7槍嘅，而嗰啲子彈咧全部都係嚟自一把.22口徑嘅手槍。去到9月底，警察就揾到阿 Dick 嘅車，佢架車咧係喺佛羅里達州嘅另一個縣俾人發現嘅。啲受害者係咪全部都係屍體同佢哋嘅個人物品係分得好開咁樣？多數係架車咯。架車係同條屍有一段距離。之後就係我哋嘅最後一位受害者啦。距離阿 Dick 嘅案件呢，過咗大約1個月，11月19號，有人喺一條公路上面發現咗一具裸體嘅男屍。後嚟呢具男屍俾人證實咗個名叫 Walter Gino Antonio， 佢係60歲嘅，係一個貨車司機啦。而 Walter 亦都曾經做過保安，又做過輔警嘅。佢身中4槍，而全部子彈呢，同樣都係.22口徑嘅子彈嚟嘅。當佢哋發現 Walter 嘅屍體嘅時候呢，佢哋估計 Walter 死咗都唔夠1日啊，唔夠24個鐘。
隔咗5日之後，佢哋喺另一個縣發現咗 Walter 嘅車。咁就住以上嘅8單案呢，我哋就知道其實兇手 Aileen 呢係會隨機咁樣選擇佢嘅 target 啦。佢係唔認識任何一位受害者嘅，而佢嘅全部受害者呢都係一啲中年又或者係老年嘅男人。Aileen 嘅殺人手法呢，就係首先佢會喺 Florida 嘅高速公路上面截順風車啦。而當呢一啲男人停低接 Aileen 上車之後呢，Aileen 就會將佢哋開槍打死。過咗冇幾耐之後，嗰啲有發現受害者嘅縣嘅警察分局呢，就開始聯絡對方。最後警察呢，就終於建立咗一個由佢哋幾個分局組成嘅專案小組。當時有警察推斷，因為嗰陣時已經好少，甚至係冇人會再停低落嚟接一啲想搭順風車嘅人噶啦，除非嗰個司機係覺得截順風車嗰個人對佢哋完全冇威脅啦。咁換言之呢，警察係懷疑緊殺人嘅會係一個女人啦，又或者係一啲比較年輕嘅人。具體啲嚟講呢，其實警察就係懷疑緊殺人嘅會唔會就係金髮女同埋啡髮女呢？但係嗰陣時係咪淨係得一個咩消防義工見過佢哋兩個？係啊，就係喺佢哋撞車嘅嗰單嘢度見過佢哋咯。跟住咁就懷疑佢哋啦。因為佢哋喺嗰架撞咗嘅車度發現咗 Aileen 嘅掌紋啊！嗰架塞車，係啦，而且有消防局同埋有其他目擊者見過金髮女同啡髮女啊嘛，所以佢哋亦都知道金髮女同啡髮女咩樣咯。大約嗰個素描，佢哋就覺得呢兩個女人好可疑，同埋又同嗰架塞車係 connect 到嘅。之後警察咧就向各大媒體尋求協助啦。去到11月底，就有媒體報道咗呢一系列嘅案。媒體就話咧，警察係正喺度尋找緊金髮女同啡髮女，而 Florida 各地嘅報紙咧亦都報道咗呢幾單案，同時亦都刊登咗金髮女同啡髮女嘅素描。就喺媒體開始大肆報道呢單案嘅時候咧，警察就開始收到嚟自唔同人嘅線索啦。當時有一個男人就話，金髮女同啡髮女大約係1年前呢，係喺佢度租咗一架拖車嘅，而佢哋嘅名呢，就正係 Tyria Moore 同埋阿 Lee。OK， 假名。而另一個女人就話，金髮女同啡髮女呢，係曾經喺佢間 motel 度返過工。佢就話佢哋嘅名係 Tyria Moore 同埋 Susan Blahovac， 又係另一個名啦。點解淨係得阿 Lee 要用假名嘅？Tyria 可能覺得冇需要。同時間亦都有另一個匿名嘅人同警察講話，呢兩個女人嘅真正身份呢，就係 Tyria Moore 同埋 Lee Blahovac， 因為佢哋曾經向呢個人買咗一架車。嗰個人更加話喺呢個女人嘅關係入面呢，佢睇得出 Lee Blahovac 係嗰個主導嘅人啦。而佢亦都知阿 Lee Blahovac 嘅身份係一個妓女嚟嘅。佢哋兩個人都係女同性戀。咁我諗我講到呢個位，大家都估到 Susan 又或者阿 Lee 又或者 Blahovac 究竟係邊個啦？其實佢全部都係 Aileen 為自己改嘅假名嚟嘅。不過最重大嘅線索呢，其實係嚟自 Port Orange 奧蘭治港當地嘅警察。原來奧蘭治港嘅警察呢，一直都有密切追蹤住 Tyria Moore 同埋 Lee Blahovac 嘅行蹤，即係 Aileen 嘅行蹤。仲可以詳細咁樣提供到佢哋由9月尾去到12月尾嘅足跡。原來當時佢哋主要就係住喺當地一間叫 Fairview Motel 嘅旅館啦。當時 Aileen 就係用另一個假名 Cami Marsh Green 喺嗰度註冊登記 check in 嘅。之後佢哋又喺附近一間餐廳後面嘅 apartment 仔度住咗一段時間。冇幾耐之後呢，又搬翻去 Fairview Motel 啦。去到12月初，佢哋離開咗 Fairview Motel 之後 ，Aileen 呢係自己一個翻去 Motel， 一直住到12月10號，而 Tyria 呢就唔見咗啦。之後警察用電腦一查，就發現咗 Tyria Moore、Susan Blahovac 同埋 Cami Marsh Green 嘅駕駛執照啦，同埋犯罪記錄。Tyria 同埋 Cami Marsh Green 呢個名呢係冇任何犯罪記錄嘅。而 Susan Blahovac 咧就係曾經因為非法入侵而俾人拉咗一次。
之後警察唔單止查咗呢個 Kami Marsh Green 嘅 ID 啦，仲調查咗當地一啲當鋪啊。警察就發現 Kami Marsh Green 係曾經用呢個名當咗一部相機啦，同埋一部雷達探測器，仲喺當鋪嘅收據上面留低咗指紋。而呢部相機同埋雷達探測器呢，本身就係屬於第一個受害者 Richard Mallory 嘅。另外 Aileen 仲用咗 Kami Marsh Green 呢個名當咗一套工具啊，唔知係咩工具啦。咁而呢套工具呢，就同第三個受害者 David Spears 架車上面失咗蹤嘅工具嘅描述係 match 嘅，相信就係屬於第三個受害者 David Spears 嘅。之後警察就將當鋪收據上面嘅指紋用指紋識別系統喺電腦入面 search 啦。佢哋初初咧係咩都揾唔到嘅，但係後嚟咧佢哋就開始手動去 search 嗰啲記錄。點知喺唔夠1個鐘入面，佢哋就喺一個叫 Laurie Grody 嘅人嘅逮捕令上面揾到一個一模一樣嘅指紋。即係點啊？有多個身份啊？係啦，而 Laurie Grody 咧其實都只不過係 Aileen 嘅假名嚟嘅啫。之後佢哋喺第5個受害者 Peter 嘅車上面發現咗一個同所謂 Laurie Grody 嘅掌紋符合嘅血掌印。之後佢哋將佢哋揾到嘅所有資訊啊，包括係血掌印啊、指模啊、Aileen 所改嘅全部假名啊，都送晒去 National Crime Information Centre， 即係國家犯罪資訊中心。最後佢哋發現同大家諗嘅一樣啦， Laurie Grody、Susan Blackhofak 同埋 Kami Marsh Green 呢啲全部都係 Aileen 為自己改嘅假名。最後佢哋終於 trace 到兇手就係 Aileen 就成為咗佢哋最大嫌疑犯啊。於是警察喺1991年嘅1月5號就正式開始咗對 Aileen 嘅追捕行動。喺1月8號嘅夜晚，有2個臥底警察，分別叫 Mike Joyner 同埋 Dick Martin， 佢哋就喺奧蘭治港嘅當地酒吧度發現咗 Aileen， 於是佢哋就繼續用臥底警察嘅身份埋 Aileen 身啦。當時咧，佢哋係介紹自己做 Bucket 同埋 Drums 嘅。佢哋喺酒吧度見到 Aileen 之後咧，原本諗住慢慢嚟，慢慢咁樣親近 Aileen 嘅，佢哋唔想驚動到佢啦。但係點知當地嘅其他警察突然之間行咗入嗰間酒吧，然後將 Aileen 帶咗去出面。咁當時嗰2個臥底警察就覺得吓，咩料啊？點算啊？咁樣啦，佢唔想驚動 Aileen 啊嘛。咩料啊？唔係夾好嘅咩？咁所以佢哋就即刻打翻去指揮所啦，就叫其他警察唔好插手呢單案。咁最後好彩，原來其他警察咧都只係咁啱入咗呢間酒吧，可能查下身份證咁樣嘅啫。咁最後 Aileen 咧都係冇事咁樣行翻入間酒吧度。咁 Bucket 同埋阿 Drums 就嗱嗱聲開始行動啦。佢哋就主動撩 Aileen 傾偈，然後請咗 Aileen 飲幾支啤酒。之後 Bucket 同 Drums 就主動提出話想車 Aileen 翻屋企。不過 Aileen 竟然拒絕咗。喺夜晚10點鐘左右咧 ，Aileen 就離開咗酒吧啦。之後 Aileen 咧原來係去咗第2間叫 Last Resort 嘅酒吧。佢喺嗰間酒吧度飲咗好多酒，佢直情飲到咧喺嗰間酒吧入面瞓着咗。去到第2日嘅下晝，臥底警察 Bucket 同埋 Drums 就再次翻返去 Last Resort 酒吧啦，就見到 Aileen 仲瞓緊覺，佢哋就叫醒咗 Aileen， 邀請 Aileen 去佢哋嘅 motel 房度梳洗。Aileen 就話 OK， 咁於是就跟咗佢哋走啦。咁奇怪。我諗當時 Aileen 係流離失所啊，即係佢應該係未有一個住嘅地方，咁又有人叫佢去梳洗，咁佢就去啦。Aileen 一行出酒吧咧，警察就將 Aileen 逮捕啦。點解要行出酒吧先可以拉佢啊？我都唔知。之後警察咧亦都喺1月10號揾到 Tyria。根據 Tyria 所講咧，喺好早嘅時候，某一日佢見到 Aileen 揸住第1個受害者 Richard 嘅車翻屋企，佢已經估到 Aileen 係殺咗人。但係當時佢就同 Aileen 講話，佢唔想聽，亦都唔想知道任何細節。佢話佢都有懷疑過 Aileen 嘅所作所為啦。不過當時 Tyria 覺得，如果佢知道得越多，就越有必要向警察舉報 Aileen。佢就一路扮唔知啦。而
掩耳盜鈴啊。OK，Tyria 亦都有講過話佢變到越嚟越驚 Aileen 啊。雖然佢覺得 Aileen 呢未必會傷害佢嘅，但係佢話佢永遠都唔知 Aileen 下一步會做啲咩。所以佢係出於恐懼冇舉報到 Aileen 啦。就喺警察揾到 Tyria 嘅第二日，佢哋就將 Tyria 帶到去一間 motel 嘅房度，然後叫佢等 Aileen 嘅電話。佢就吩咐 Tyria 要喺電話度同 Aileen 講，有警察一直喺度審問自己嘅屋企人，佢驚警察會覺得呢一系列嘅謀殺案係佢做嘅。警察咁樣做其實就係想 Aileen 喺個電話入面承認呢啲謀殺案係佢做噶啦，而唔係 Tyria 做嘅。OK， 即係而家變咗臥底啦。Tyria 已經變成臥底。係，終於去到1月14號，Aileen 呢就喺監獄度打咗第一個電話俾 Tyria。Aileen 就喺個電話度話啦，我俾人拉呢係因為我收埋咗啲武器，同埋之前收到一張好普通嘅 traffic ticket 啫嘛，都唔係因為殺咗人。當時呢，警察覺得 Aileen 呢似乎一早已經估到呢個電話係俾人監聽緊。因為 Aileen 好似好努力咁樣避免正面咁樣講佢犯過嘅罪啦，仲開始老作一啲不在場證據出嚟。喺之後嗰3日呢， Aileen 同 Tyria 都有 keep 住傾電話喎。咁隨住佢哋兩個喺電話度密密針， Aileen 亦都開始越嚟越口疏啦。有一次 Aileen 就喺電話度話，我唔會俾你坐監噶，你聽住，如果我一定必須要 confess 嘅話，我會坦白咁樣交代我做過嘅事。之後隔咗2日，喺1月嘅16號，Aileen 終於喺電話度承認自己殺咗人。佢首先喺電話度強調 Tyria 係冇用任何方式參與任何一單謀殺案。佢仲話呢啲謀殺案呢，其實唔係佢嘅錯，佢殺人嘅原因全部都係出於自衛。佢手下嘅受害者呢，一係就打佢，一係就有威脅佢，再唔係呢，就係強姦佢。佢係出於恐懼所以殺人嘅。咁而其中一個 Aileen 嘅 public defender， 即係一啲公共嘅律師叫 Michael， 佢就多次建議 Aileen 唔好再講咁多嘢啦。佢仲問 Aileen， 你知唔知嗰啲係警察嚟噶？其實 Aileen 就話，我知啊，佢哋想將我吊死啊嘛，即係上吊嗰個吊啦。佢話冇所謂噶，可能我真係 deserve 要上吊呢，我淨係想呢件事快啲完結。喺嗰陣時咧 Aileen 就開始收到大量上唔同媒體啦、寫書出書啦，同埋拍電影嘅 offer。即係點啊？做明星啊？係啦 ，Aileen 個人就開始飄啦。佢以為自己可以靠住呢個臭朵賺到好多錢啦，仲開始覺得自己出咗名啊，好想同其他對佢有興趣嘅人傾偈，講佢嘅事。咁去到呢度咧，就有一個好黐線嘅小插曲啦。當時有一個叫 Arlene Prale 嘅基督徒喺報紙度見到 Aileen 嘅相，佢就決定要寫封信俾 Aileen 啦。呢位基督徒喺信入面就提到，我重生啦，可能你會覺得我係黐線噶，但係耶穌叫我寫信俾你。然後呢個 Arlene 仲喺封信入面透露咗自己嘅電話，於是喺1月30號。坐喺監獄嘅 Aileen 第一次打電話俾呢個基督徒 Arlene。自此之後呢 Arlene 就成為咗 Aileen 嘅最強捍衛者啊！呢位基督徒 Arlene 呢係曾經向記者形容佢哋嘅關係係靈魂嘅結合啦，好似聖經入面嘅 Jonathan 同埋 David 咁樣啊！佢哋係好清楚對方嘅感受，同埋知道對方諗緊乜嘢嘅。呢位基督徒 Arlene 仲同另一個記者講話，如果你哋都認識真正嘅 Aileen， 就唔會有任何一個人會將佢定罪。喺1991年嘅呢一年期間，呢位基督徒 Arlene 係經常出現喺一啲 talk show 同埋報紙上面啦。佢每次都係同全世界講 Aileen 係一個好善良嘅人，佢仲好同情 Aileen 嘅成長經歷。其實呢件事本身已經好黐線噶啦，但係仲有更黐線嘅事發生。就係去到1991年嘅11月22號，基督徒 Arlene 同佢嘅老公一齊合法咁樣收養咗 Aileen， 即係 Aileen 正式成為呢位基督徒嘅養女啊！我聽咗啲咩？我想問佢哋分別幾多歲？一定唔會係做到佢個女啦，係嘛？唔知啊，唔知呢個基督徒幾多歲咯，因為
OK。之後基督徒阿 Lin 呢仲話係上帝叫佢咁做嘅，真係好黐線呢單嘢，黐線過嗰啲咩結婚嗰啲啊？係咪有咩邪教啊？佢入咗。好啦，咁講完呢個小插曲之後呢，就翻嚟 A-Lin 嘅審訊啦。A-Lin 嘅律師呢係提供咗一項認罪協議嘅，所以 A-Lin 對於佢嘅6項謀殺指控呢都表示認罪，最後係被判6個無期徒刑。但係當時有其中一個檢察官就認為 A-Lin 應該係被判處死刑而唔係無期徒刑，所以喺1992年嘅1月14號 A-Lin 就再次受審。當時負責對第一個受害者 Richard 進行屍檢嘅法醫就表示，受害者 Richard 咧係喺受苦，即係喺痛苦咗10至12分鐘之後咧先死嘅，即係就想突顯佢哋係好慘，受盡折磨咁樣啦。而 Tyria 當時都有上庭作證嘅，佢就話當 A-Lin 同佢講佢殺死咗 Richard 嘅時候咧 ，A-Lin 係完全冇一絲嘅緊張啦，或者有一絲嘅唔開心嘅，即係想表達 A-Lin 唔係因為俾人強姦自衛所以殺人啦。咁隨住呢一次嘅再審咧，陪審團係再次了解咗呢單謀殺案嘅 details 啦。佢哋最後個共識咧就係覺得 A-Lin 冇可能係自衛殺人嘅。佢哋更加當場播咗 A-Lin 嘅認罪錄影帶出嚟啦。當時 A-Lin 咧係堅持要親自上庭為自己辯解。A-Lin 喺庭上面就話第一個受害者 Richard 咧係有強姦同埋雞姦佢，所以佢先殺咗佢。但係因為 A-Lin 一路以嚟嘅口供咧，全部都好唔 consistent， 好唔一致。佢嘅口供全部都係前言不對後語啦，所以佢嘅口供都變得好唔可信。去到1月27號，陪審團用咗唔夠2個鐘就有咗判決啦。佢哋一致認為 A-Lin 1級謀殺罪罪成。A-Lin 更加喺庭上面大叫：我係無辜噶，我俾人強姦啊！我希望你哋全部人都俾人強姦啊！美國敗類，American scumbags 咁樣。去到第2日，呢班人再次開庭討論 A-Lin 應該受到咩處罰啦。喺庭上面 A-Lin 嘅辯方專家證人就話 A-Lin 咧其實係患有邊緣型人格障礙，而主要咧係嚟自佢呢個好混亂嘅成長經歷啊。而 A-Lin 嘅辯方律師更加係話 A-Lin 係一個受咗傷嘅小朋友啫，他只是個孩子啊。咁呢位辯方律師咧就懇求陪審團要放過 A-Lin 一命。咁最後法官都係判咗 A-Lin 要接受死刑啦，係要坐電椅嘅。再過多幾個月，去到5月15號，又有法官判咗 A-Lin 3個死刑。我唔知點解要再審佢單案啊，資料都冇好仔細咁講。總之 A-Lin 咧就係再被判3個死刑。去到6月咧 A-Lin 就正式承認佢有份殺害第4個受害者 Charles Carskadon， 仲喺11月咧俾人判第5次死刑嘅。當時其實係有一啲新證據顯示咧，第一個受害者 Richard 其實係曾經試過因為對人有性暴力咧而俾人判咗入獄10年。當時有啲人就話，如果陪審團知道呢個事實嘅話咧，可能會有唔同嘅睇法。不過喺呢個新證據出嚟嘅時候咧 A-Lin 嘅全部審判都已經結束咗啦。最後 A-Lin 咧係因為6項謀殺罪被判死刑。最後喺2002年嘅10月9號朝早9點47分執行咗死刑。佢嘅死刑係俾人打毒針嘅。頭先唔係話坐電椅嘅咩？係啊，可能係之後推翻咗個判決啩。最後佢係俾人打毒針執行死刑嘅。當時 A-Lin 咧係46歲。咁關於佢執行死刑之前嘅最後一餐咧，我都揾到啲資料啦。佢就話原來 A-Lin 咧係可以揀任何$20以下嘅食物作為佢嘅最後一餐嘅。不過 A-Lin 咧就淨係要咗一杯咖啡啫。而 A-Lin 嘅 last word 最後嘅遺言就係佢就話佢會喺 Independence Day 嘅時候咧，即係6月6號同耶穌一齊翻嚟。I will be back 咁樣。而喺 A-Lin 死之前咧，佢仲聲稱自己係殺咗第7個人嘅，但係對於呢第7個人咧就冇更加多嘅資料啦。最後 A-Lin 嘅人生故事咧，亦都俾人成功拍咗做2套戲啦。
仲有一套歌劇叫 Warnos， 即係 A-Lin 嘅 last name， 而且佢嘅故事咧仲被寫成幾本書嘅。咁啊，大家有興趣就上網 Google 下啦。最後咧就有一個全國著名嘅連環殺人犯專家，亦都係大學刑事司法教授，佢叫 James Fox。佢就話 A-Lin 係第一個被認為以陌生人作為 target 嘅女連環殺人犯。佢就形容 A-Lin 係第一個用男性連環殺手嘅方式去殺人嘅女人。佢就有提到其他女嘅連環殺人犯咧，大多數都係 target 一啲佢哋識嘅人啦，譬如係阿媽殺咗自己嘅小朋友啊，老婆殺咗自己嘅老公啊，護士殺咗其中一啲病人啊等等。所以佢覺得 A-Lin 係一個與別不同嘅女連環殺人犯。就係咁講完。我覺得佢係有心理問題咯，即係細個佢經歷太多嘢，所以我有啲理解點解佢咁憎啲男人。同埋佢嘅性觀念係全錯，冇樣啱。所以亦都係可能係點解佢之後會選擇咗同女人一齊？唔知啊。咁但係其實佢又再受傷咯，因為佢嘅女朋友出賣咗佢。我唔知啊，但係俾我感覺咧 A-Lin 去到最後都係好保護 Tyria 咯，你覺唔覺啊？即係佢最後都係因為想保護 Tyria 而認罪嘅。即係佢知道俾人監聽，但係佢都寧願照講出嚟。係啊，佢唔想 Tyria 被蒙上佢嘅惡行啊嘛。所以其實喺呢單案發生咗之後咧，有啲人知道咗 A-Lin 同 Tyria 嘅愛情故事之後咧，係對佢哋嘅愛情故事好着迷，即係佢哋會覺得好轟烈啊。同埋通常啲人就係覺得 A-Lin 個故事點解咁好聽咧？就係因為佢童年俾人虐待啦，跟住中間咧就漂泊流離啊，然後為咗支撐自己生活咧就去賣淫啊等等啦，跟住之後又佢同 Tyria 嘅故事都即係精彩啊咁樣咯。就係咁啦。好，咁就希望大家都中意我哋呢集嘅內容啦。如果想支持我哋嘅話呢，就可以去 IG 啦、YouTube 啦、Buy Me a Coffee 啦等等唔同嘅平台度支持我哋嘅。咁啊，亦都好多謝一直有支持我哋嘅聽眾啦。我哋喺不久嘅將來再見。拜拜，拜拜。